周一嘅黃金市場簡直係玩殘投資者，全日波動幅度高達68美元，早盤仲一度暴跌40美元，摸咗3962.20美元嘅低位。點知美市一路反彈，最終收報4001.31美元，僅微跌0.03%，簡直係從地獄返天堂。全日走勢大起大落，心臟唔好都頂唔順。今次過山車走勢全靠三大因素輪流發力。早盤一開，中國黃金稅收政策變化嘅消息，直接導致金價急瀉40美元。市場擔心呢個最大貴金屬市場嘅需求受損，買盤一湧而出。但好彩，美國政府長期停擺嘅憂慮一直喺度，避險資金見價低就即刻入場，金價從低位慢慢上升，跌勢根本持久唔到。仲有個神反轉喺後面，美國供應管理學會 ISM 公布嘅製造業 PMI 竟然跌咗0.4。落到48.7，要知道呢個指數低過50就代表行業收縮。數據一出，美元指數即刻下跌，從接近100嘅高位跌到99.74，美元弱咗，黃金即刻發力，一路飆升到4030.57美元嘅日內高點，反彈力度超驚人。而家市場焦點全部喺本週嘅美國 ADP 民間就業數據身上。呢個數據直接關係到美聯儲今年再唔再減息。而家交易員估12月減息概率只有65.3%，比起上週會議前幾乎100%嘅機率，簡直係腰斬。大家都知黃金喺低利率同經濟不確定嘅時候最吃香，所以 ADP 數據好與壞，直接決定金價後續係飛上天定跌落街。總結一句，金價隨時又要大起大落。最後都要提提大家，以上內容純屬參考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買賣黃金嘅盈虧都要自己負責。想知 ADP 數據會唔會引爆金價？想第一時間跟緊市場動態，快啲訂閱，俾個 like， 再 share 俾身邊嘅投資老友。後續走勢拆解實時送到你手。多謝收看。